晚清搞早，欢迎收看今日10月31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寇兴竹。新闻一开始，咱来关心上新的消息。这是日本 Okinawa 出名的古城，嘛是世界的文化遗产首里城。伫咱台湾时间今日半暝半1点50分发生火烧，首里城的正殿、人八殿拢烧了了。今头来美国的参议院29有通过台北法案，用行动支持咱台湾对抗中国。另外，众议院的外交委员会伫当地时间30，嘛有通过台北法案，所落来法案要送众议院的大会去表决。甲主两个参众两院拢有通过，就会送予总统川普签署。咱外交部是讲会继续了解审议的进度。The Quick Report. Calendar number 237 S1678, a bill to express United States support for Taiwan's diplomatic alliances around the world. Is there objection to proceeding to the measure? Without objection, the Senate will proceed. 美国联邦参议院29通过台北法案，以行动支持台湾国际参与，买帮台湾维护邦交，对抗中国威胁。法案内容则有，若是有对台湾有重大伤害国家，美国应该减少经济外交等交流，台美应该进行双边贸易谈判，甲鼓励各界官员以台湾旅行法访问台湾。外交部对于美国国会展现一贯对于台湾的跨党派的支持，表达高度的欢迎跟诚挚的感谢。我们并将密切的关注台北法案未来在美国国会审议的后续发展。外交部表示，会密切关心法案的发展。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嘛，伫美国时间30用口头表决方式通过台北法案。I'd also like to thank my colleagues for their support of the Taipei Act. It's an honor for me to put this bill forward, and I hope it's a very clear message to our friends in Taiwan that that friendship is reciprocated and that we appreciate their friendship over the many decades. 法案该送去众议院会通过了后，会经过参众两院协商最后共同版本，佮通过了后，送北京由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生效。经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普雷泽认为，台北法案对台湾参与国际有帮助。面对中国抢邦交国，美国会尽量来斗相共。As you all understand, this situation is not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hat there's another actor involved. I think working together, we'll do the best we can to maintain Taiwan's international position. 布雷泽接受外交部送的特种外交奖章，感谢伊对台美关系贡献。总统蔡英文感谢参议院通过台北法案，嘛强调过去这段时间甲美国互动拢有建设性，嘛有是制定开对话甲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稳定甲和平。记者综合报道。今头转来，咱来关心，咱国内抓到头一站发票的诈骗案。国税局甲检警做伙抓到一个违法的集团，开真侪小金额的连续发票，骗国税局去领发票的得奖奖金。3年来已经骗走1600万。只像今年7、8月份，伊就开30万去买170张空白发票，内底就有220万，真惊人。818，200块哟。画面中有几张同款号码得奖发票，这发票拢是中华一间经营加水站公司所开的。财政部中区国税局今年中接到一间超商的店员反映，店有特定的人士会摕几落张得奖发票到超商换奖。国税局就甲中华地检署联合侦查，抓到这个非法集团。从105年11月间起，对领的发票已经达到5万多张。对领的金额分别是200块到20万元不等，总计金额高达1500多万元。检方指出，这集团想成立7间龙头公司，申请统一发票，伫大家发票开奖了后，则伪造开真济无交易事实，伫1块到50块的得奖发票，伊领一张得奖发票会当抽40块的代价，找上百个人头。全台走透透到各超商、银行换奖，应该换20万块以下奖项来闪财政部稽查。检察官表示，这摆犯罪手法较罕咧看，是国内头一件用空的2连续发票诈领案例。这个不法集团大概购买的发票170万张，那兑奖的金额大概是200多万。那所花费购买空白发票的这个成本大概是30万左右。
本期预计已经购买了大概200万张，那所幸本案能够迅速查获，避免这个犯险持续的来做不法犯行。相关新定犯组织犯罪条例、商业规格法、加刑法加重诈欺等罪嫌，4路的主嫌去法院裁定羁押，另外4的主嫌则是10万块交保。其他10个被告则是2万到10万块交保。高税局嘛强调，目前每一张调奖发票领奖的时，拢记录身份资料。若是用无正当的手法诈领调奖奖金，除了会将奖金讨回来，卖追究刑责。记者综合报道。高雄市来去现报纸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来看联合报，2年前台北市的阳明山永德大道发生拖拉机失控，弄到22台车，造成4个人死亡，9个人受伤。树林地检署调查发现，讲这台拖拉机开40吨啊，手动风拆掉，也毋过验车竟然有过。对查发现，讲有验车场偷放水，将发动全台大搜索，有51个违法的业者，互检方抓走。继续来看《澎湖日报》，台湾惠普前董事长黄浩明昨暗徛家8楼悬摔落来过身，享受71岁。伊是咱国内出名企业家，做过台湾惠普的董事长、注册会的董事长。伊死亡的原因，即马等待调查。继续来看《自由时报》，第44届台湾日本台日的经济贸易会议，昨天双方签署有机食品等4项合作的备忘录。上计明年初，台湾的有机产品就当销去日本。嘛是甲日本食品有关系，是咱台湾伫去年11月有通过反核式的公投，禁止日本福岛周边核灾区的食品入来咱台湾。也毋过日本媒体讲，欧盟打算后个月中要放令日本的农渔产品的禁止令。针对这件代志，咱是有诉讲，咱政府嘛是尊重去年公投的结果，禁止日本的核灾食品进口。去年11月，台湾反核灾食品的公投过关，台湾维持对日本福岛4颗5的管区的核食禁令。日本捌公布排除向 WTO 来提告。目前全世界敢若出台湾甲中国全面严格禁止福岛灾区4颗5管区所有食品进口。若是其他国家是针对无共的品项来限制，不离个根据日本共同社指出，后面会伫11月中渐渐放令日本真侪管区农渔产品的禁令，而且无需要附辐射的检验证明就会当进口。欧洲进口日本的食品是非常有限的，你到欧洲的超市去看，几乎看不到任何日本食品。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它对于这个风险的评估，以及它的消费的行为，这是你要整个来考量的。你不能说欧洲人可以吃，为什么台湾人不能吃？环保团体表示，欧洲进口日本食品的数量比台湾少真多，影响是正有限。目前日本核实的禁令，台湾对福岛、茨城、利木、千叶、群马5个县市的食品是全面禁止，其他的县是针对高大类的食品做辐射检验，每公斤袂当超过108克。中国限制福岛还佫有边啊1度高关的所有食品。毋过伫去年11月份放令新式的大米，另外部分的国家是采取特定品项的限制，南韩限制福岛等8关的水产，不离个日本嘛向 WTO 提出申诉。后面原本对严守千叶等农渔产品的限制，必须要提出辐射检验证书，11月中放令。目前我们还是维持在100年进行对日本食品输入的管制。那对福岛周边的4个县市的食品，现在是禁止报验输入的。去年反核灾食品的公投有700万人投同意票，卫福部表示尊重公投的民意，2年以来维持日本核灾区的食品禁令。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日头火学军引爆3日肃行正义暴力驱离，经大连立委周家安等20多人对台北市政府、台北市的警察局要求国赔。台北地方法院昨天宣判，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警察局爱赔10组人超过100万，不过专案也会使上诉。太阳花学运期间，民众不满政府无回应诉求，高雄正义抗议。警方在3月20日展开强制驱离，警民不管老会冲突。前台联立委周年安等20多人不满警方执法超过，也个台北市政府无负监督责任，提起国家赔偿，要求连带赔偿1037万。台北地院合议庭31审宣判，驳回部分民众诉求，判决台北市警局必须赔偿10组民众大约111万，专案应上诉。这个判决已经肯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天确实是有国家暴力的存在，这个国家暴力是不法的。
第二个，人民上街头游行集会，表达对于政府的意见，不应该有任何的顾虑，不应该对于自己的人身安全有任何的担忧。合议庭认定警察一群超过造成民众受伤，所以判赔偿。律师团对部分胜诉表示安慰，讲这款的结果算幸互部分民众公道。市警局当时处理抗议事件确实有过失，造成民众受害，国家就是加害人。而当事人之一的田文阳虽然得到赔偿10万块，也不过看不出有欢喜的感觉。伊讲赔偿偌济无重要，主要是看政府机关在暴力事件过了后，是不是法度检讨成立唔对。总统及行政院长不出面主持公道，反而指示远警驱离民众，进而产生后续的323、324流血冲突，这实在是不应该。今天法院做出这样的判决，一则以喜，一则以忧。那希望大家当个借鉴。台北市警察局是结果进程也无回应，针对部分民众官司拍赢，律师团讲会甲败诉的当事人建议是毋是上诉。另外，针对3例事警方强制处理这件代志，有侪位民众提起自诉，控告前总统马英九、前行政院长江宜桦这个人杀人未遂。台北地院11月29日开庭继续审理。记者综合报道。另外，美食外送平台是冒工也是请工，劳动部的劳动检查即马结果出来啊，认定大部分的平台业者甲外送员拢是偷假请辛劳的关系，所以爱替这外送员保劳健保，嘛爱拨退休金。美食平台外送员出连续车祸死亡，嘛伫苏劳动部伫事发了后，紧急展开专案劳检，各平台拢抽查5位外送员，30劳检结果认定，讲和外送员只有承担关系的副片大、拉拉木小胖脚、cut away 卡个位，赶紧外送好好送。Uber Eats 6间业者除了好好送，其他5间都有雇佣关系，必须爱替外送员投劳保、提拨退休金。那外送员在提供劳务期间，公司都是透过这个 app 全程在监控的哦，所以我们认为它是整个平台运作的一部分。那外送员在提供劳务的期间，也没有权以自己的营业来决定这个报酬价格。劳动部这案数基地，亲像 Uber Eats 形式上和货运行签约，但是平台本身对外送员有实际上的指挥监督，而且这一张单会当得到偌济收入，外送员并无议价空间。颠倒是好好送，游戏规则真自由，这个平台的外送员阁会当接其他平台的单，而且无处罚机制，所以无认定该业者甲外送员有雇佣关系。外送员可以接其他平台业的单子，然后是非常自由度，然后当然每个平台业者他给的单价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未来敢会负起雇主应该有的责任，副片大表示，对劳检的结果，队部要开会讨论。我们讨论完之后，会有相应的回复，会通知大家。劳动部以个案调查来盘点假承担真雇佣的争议，对业者敢有约束到，会花偌济钱？这案数强调，会由台北市、台中市地方劳动局进行后续行政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咱台湾这几天拢受到北平方面的影响，北部、东半部的天气是湿湿凉凉冷冷啊。今日高温只有27度左右。来看上新的分图，今日东北风有增强，北部、东部会落雨，尤其今日转做偏东风，这方面的宜兰、花莲雨会较粗、较明显。气象局有针对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其他的所在澎湖、金门、马祖拢是多云到好天。今日北台湾温度是21度到27度，其他所在高温有30度左右。不过日时暗时温差有较大，乡亲爱套衫。另外，印度的风台麦德姆对咱台湾无影响。入秋了后，头一阵山顶阴野来啊，昨昏北台湾有22个监测站拢到红灯。今日山顶阴野会吹去下港，中南部的乡亲爱注意。台北市的天顶早起看起来就真明显瀑布，能见度歹。30早起受到入秋头一波山顶暴影响，台北、新北、基隆、桃园接近中昼时阵，有22个观测站出现红海，对所有族群无健康。而本岛上北边的富贵角观测站，透早5点出现上悬浓度 ，PM10 每立方公尺256微克 ，PM2.5 95微克。山顶部危害程度主要反映在 PM10，不过这摆较细粒的 PM2.5污染程度反倒更较大。
整个来看的话，除了沙尘暴的沙尘之外呢，还有当地中国大陆当地的一些污染排放，在这一波东北风南下的过程，一起带到台湾，影响我们的空气品质。沙尘暴过到了后，慢慢南移。30暗头中南部观测站有超过10个出现红海。环保署提醒，盘水扩散条件无好，中南部污染物浓度可能偏悬。这波东北风会让宜兰花莲落雨较明显，各地早暗较凉，会继续影响到拜5左右。大概周6就会减弱，而且水汽会减少，所以说迎风面地区的天气会比较明显的转好。不过下一波的东北风很快在周日开始又会增强。离2号的风台麦德姆已经形成，气象局预估深夜会在中南半岛来登陆，未影响台湾。就一摆入手头一波的沙尘暴，甲10年前北台湾 PM10浓度超过1300微克来比较，无算严重。英国环保署讲，近年来受到全球暖化影响，冷空气南下减少，也让沙尘暴侵袭台湾的频率减少。这波因讲是近5年来真少看到一摆。记者宋夏报道。世界气象组织10月29开始，伫咧瑞士的日内瓦小连续举办3天的会议。专家嘛警告讲，气候变迁致使地球的冰冷样的速度即马愈来愈紧，这造成做大水的灾情，也是细崩山，也佮未来可汗会愈来愈接。所以嘛，又讲，这世界各国未来可能因为伤济抢水去冤家。世界气象组织29伫咧瑞士日内瓦举行3天的峰会，专家根据科学报告进行讨论，发现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冰川融了更加紧，道路中含好泉水位变甲真歹预测，煞造成大水灾和崩逝更加接发生。全球有超过一半的饮用水嘛来自关山，代表饮用水的供应量嘛会受到冲击。各国未来有可能因为争夺水资源引发冲突。We're woefully underprepared. Our infrastructure was buil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y and in the mountains and downstream of the mountains, and we don't have that climate anymore. And we're getting floods that were unheard of repeatedly out of these mountain areas. 亲像欧洲阿尔卑斯山脉，这几年来都因为冰川真紧扬起，造成水崩山更加增加。南美洲安第斯山脉嘛因为积雪区域缩减，造成智利等国家发生大规模的干旱。为着要解决气候变迁的问题，专家认为100年前所起的水利设施，都必须要定设计或者是大幅度增修。We haven't been ambitious enough that we would reach the Paris Agreement, the 1.5 to 2 degrees target. We are more moving towards 3 to 5 degrees warming by the end of this century. 峰会举办地点瑞士，就是受到气候变迁影响上大的国家之一，造成自150年以来，瑞士已经有超过500条冰川无去。另外，专家嘛建议各国政府分享水文资料，但是有官员认为要达成真困难，因为水资源是敏感资料，若是见光会造成国安的疑虑。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欧盟已经第3摆延长英国脱欧的期限。英国下议院嘛已经同意首相强生提出来要提前国会大选，所来要送上议院审理。英国嘛变做伫咧4年内有3场大选，即马双的赢面会较大，无人敢甲话公示。任期届满，即要在下个月1号交接的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29推文予英国，宣布同意脱离欧盟期限，搁再延3个月，到明年1月31号为止。强调这可能是最后一摆批准延期，呼吁英国爱好好把握时间。彻底脱离欧盟的危机解除，几点钟了后，首相强生改用法案形式临时动议的方式，第2摆在下议院推动提前大选的表决，得到工党党魁科尔宾的支持，将有过关。It is time for real change. And I've said consistently, when no deal is off the table, we will back an election. 万圣节脱离欧盟无成功，却是迎来耶诞节大选。强生调个算盘是保守党民调领先，改选了后摕回国会主导权，顺利推动伊的脱离欧盟计划。金融时报民调显示，保守党以35%的支持度领先工党的25%。科尔宾是相信民心想要改变，讲工党会进行下一场气势增强的选战。不过，29的表决有100多位工党议员无表示态度，也是缺失，在为投下反对票，126个人是甲科尔宾相关投下赞成票。只有其他2个小党
赞成留伫后面的自由民主党希望透过大选，互选民一个重新思考，脱离后面是不是应该进行的机会。苏格兰民族党 SNP 是甲大选看作是举行独立公投的过渡的方式。Yeah, I think we need to clear the house, get it done and dusted, and I think that people are a little bit fed up of just overall impasse. Too much uncertainty. There's too much division. We just need to kind of have a fresh start. 这将是英国对1932年以来头一摆在寒天举行大选投票，两大党伫迄一天投票也进行激烈对决。工党希望在12月9日，也就是大学的休寒进前来举行，比较对工党动员少年支持者有帮助。不过，表决以315票对295票无夺过关。另外一方面，首相府发言人李高讲，进前因为阻挡无协议脱离后面，入面开除党籍的21位保守党议员，包括丘吉尔的外孙苏姆斯议员在内10个人会恢复因的党籍。也毋过其中4个人已经讲袂竞选连任。记者综合报道。南美洲的国家智利昨昏宣布要取消主办 APEC 高峰会，也有12月份的气候峰会。原因是国内的示威抗议也袂掂，要先解决民怨，国部长才会做出停办的决定。Nuestro gobierno y con profundo dolor, porque este es un dolor para Chile, ha resuelto no realizar la cumbre de APEC.que estaba programada para el mes de noviembre, y tampoco la cumbre de la COP, que estaba programada para el mes de diciembre. 在国内正混乱的情形之下，智利总统皮涅拉第30宣布取消主办11月16到17的 APEC 高峰会，12月7到13的 COP25 气候峰会嘛不爱办咯。智利因为其地铁票价引发民众反弹，已经抗争12天，示威嘛越来越激烈。皮涅拉因为民压力已经取消起价，佮推出降低健保费用等措施，按个民众也是真生气，这样取消伫首都圣地亚哥办的2场重要峰会。Sentimos y lamentamos profundamente los problemas y los inconvenientes que esta decisión va a significar tanto para la PEC como para la COP. Pero como presidente de todos los chilenos, tengo siempre que poner los problemas, los intereses de los chilenos, sus necesidades, sus anhelos y sus esperanzas, primeros en la fila. 皮涅拉表示，已经通知 APEC 参与国的领导人停办峰会，这决定也可能影响美中贸易谈判。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原本打算伫 APEC 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并签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即马停办有变数，白宫伫美国的时间30表示，会进一步了解峰会取消的情形，不过也是希望双方伫一定的时间签协议。按照原本由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第3摆代表咱出席 APEC， 总统府昨暗表示会有相关应应。按照 COP25 气候峰会，联合国表示会找其他代替方案。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波音737 MAX 飞行机发生2桩飞安事故，路尾证明讲这是飞行机有欠点，所以随拢停飞。美国的国会参众2年冇开听证会，波音公司申请讲飞行机的设计有颠打，所以有毁失的。不过现场10外的受害者的家属拢无法度接受。We are sorry, deeply and truly sorry. 波音执行长米伦伯格伫参议院商务委员会的听证会顶面，甲受害者甲家属回示咧，承认波音伫咧设计开发737 MAX 机型的时阵有犯错，当咧尽全力修正改进。去年10月29，印尼西航的波音737 MAX 型的客机坠落，隔当年3月7日，伊索比亚航空的共型客机嘛发生空难，总共造成346个人死亡。落尾国际之间拢停飞737 MAX， 调查发现，空难主要原因有可能是飞行机顶悬的操控特性精益系统 MCAS 监测器失误，会将机头强制刺落去。大部分的机师根本都唔知影，伫手册顶边嘛无相关的说明。听证会上，参议员严肃对拍波音安看问题。So when Boeing came to us and they said it's the pilot, inexperienced pilots, you were lying to us as well. It took another tragedy to actually ground the airplanes. Why didn't we react? Why didn't we ground that
aircraft a lot sooner so that another tragedy wouldn't happen. If we knew everything back then that we know now, we would have made a different decision. 参与伊听证会迄天嘛，当时印尼西航被剧周年，受害者家属伫听证会提7人的相片见证，对普因的讲法嘛是真无满意。She's only 24. She done so much compared to all of us. No, I was not satisfied. Like I said, he kept on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外界有料，美国国会会修改联邦航空总署 FAA 对新飞轮机的认证方式，因为长期委托波音和其他业者进行关键零件安全测试，机关检测判真有问题。部分受害家属希望 FAA 禁止波音搁再参与安全把关，嘛有人要求米伦伯格爱辞职，为惨剧付出代价。今天讲30，米伦伯格阁会出席众议院运输委员会一听证会，记者综合报道。全球模仿的仿仔市场一年大约有4600亿欧元这么济生意，连法国即嘛愈来愈济。法国的海关去年就抓到要挖550万件的仿仔品的仿造品，毋那名牌的包仔、运动用品，连药仔拢有。伫巴黎伊芙丽这座文化厂正准备销毁一批大约7.5吨，包括运动的粉，甚至药物再来商品，因为全部拢是仿的。There's counterfeiting in all sectors. Fake shoes especially is one of the pillars of organised crime. It's how they exert their power and it's a never-ending battle. 这个市场内卖香水已经被注意100码，警方决定展开调查。Ça, c'est des vrais chefs après le reste là, c'est des vrais. D'accord. Vous avez les factures justement Les factures, c'est que de temps en temps ils m'en donnent, de temps en temps ils m'en donnent pas. Vous achetez où? J'achète à Aubervilliers. 对警方来讲，上大条件就是要找到仿的货供货链。当因准备前往团环头家的仓库，特地搜查，靠伫头家的货车顶发现另外一批货。Tout ça, c'en est aussi en fait. Reculez. Les Yeezy Boost. Ouais, mais attends, il y en a d'autres là-bas. Ah, et même les petits sacs avec. 所以警方开始清算查获460件仿的货，期待大约37000欧元，相当代表127万。团环头家因为卖仿的货，将可能面临3年的牢狱。若讲只是初犯，是罚款100欧元，相当代表3500块。去年敢若是伫街啊，就查获540万件仿的货。佮较莫讲伫网络上卖仿的货品的数量，佮较是增加。伫巴黎戴高乐机场的货运航站，每天有60万件的包裹送到，其中有2-3%的货物抽检，若发现可疑的物品，将会进一步的拆开。These are Louis Vuitton labels that are ready to be attached either to clothes or bags. 仿的货品将被查扣销毁。These are packages from China. These packages are quite typical of e-commerce, and the thousands of packages that arrive to slip through the checks. 去年有113万件物品被抽检，不过这拢只是小可量之一。基金电子商务最近起起，基金助理的精准度提悬，甲人客互动也大大增加，落单出货拢更较紧。伫法国有将近70%仿的货来自网络所买，甚至搭配基金电商。当不法分子借此打起平台做起违法生意，法国警方要查持仿的货，这会当讲是真歹查缉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在电影《料理鼠王》内底，鸟鼠的主角是总破西。在现实的生活内底，鸟鼠经过训练了后，嘛会晓赛车，真正有影哦。这是美国的科学家最近发表研究，宣布讲，因成功甲鸟鼠教会晓赛车，而且是赛车去找食物，而且嘛发现讲，会晓赛车的鸟鼠较无压力。监测画面中，鸟鼠弄入去细台车了后，就向有食物的所在去。美国维吉尼亚州李启蒙大学科学家最近发表研究成果，因将塑胶管仔改造鸟车车，下骹放一块阿鲁米棒，头前有控制方向的挡线。结果发现，17只鸟鼠经过几个月训练，拢会晓将车刷顶动、直行或者是转弯，顺利摕到食物，比人所想的更较巧。研究人员所分析鸟鼠排泄物，发现2组饲咧咸食人仔，甲较有刺激环境的鸟鼠。比起坐伫由人控制车上的鸟鼠，摕来拢有较悬的气性配置重，这是一种会当对抗压力的物件，显示因较袂紧张。研究人员研判，这是因为学到新的技巧得到满足，就是控制环境的自我效能提升的原因。
主持这项研究的神经科学教授兰伯特认为，为这项鸟鼠开车会让减轻压力的结果来看，任何减轻压力的行为，都会增强对抗精神疾病能力。未来对抗抑郁症或者是思觉失调，无得空会当找到免用药的方式。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搁等下咱国内，咱来关心美国的联邦参议院自告通过台北法案，总统蔡英文对美国表示感谢。即马因为台美的关系愈来愈好，和中国的国台办是气噗噗切切着，批评蔡政府靠势美国。毋过咱总统是应讲，咱台湾自本就要走向世界。总统蔡英文10月30日下晡参加活动会后接受访问时阵，针对美国联邦参议院29一致通过台北法案表达感谢。蔡英文嘛，搁一再强调讲，台湾会继续走向国际。参议院这一次通过的这个法案用行动来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我们非常的感谢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有自信的走向国际最近中国国台办对民进党是一直批评，而且佫讲中共代理人的手法就是白色恐怖，佫一届来开始。对这个代志，蔡总统指出，中国偷偷拖入台湾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国内必须要有一套法律的机制来处理，相信立法院会整合出一套上适合的版本。若是国台办批评蔡政府拢咧靠势国外，总统是回应讲，头壳唔好安尼定空空。台湾本来就是要走向世界，跟世界上所有人做朋友嘛，那所以中国的这种想法是非常狭隘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想法，不太好。选举日子就特别到啊！民进党党主席杜英泰30宣布，若是蔡总统当选，毋过民进党的国会无超过一半，伊就要甲党主席的职务辞掉。这是我的决心跟意志啦。我觉得如果没有一个过半的民主国会，我无法向国人交代，我也对不起我们那些当选的委员们。那将来行政部门跟立法部门之间的问题一定很多，所以我自己设下这样一个目标，这是我的责任。针对家己的民调，也是比对手国民党参选人韩国瑜较悬。总统蔡英文是认为讲，民调版本有无同的问卷设计，也佫有无同的目的，就敢若会当参考。伊嘛是呼吁支持者伫上下尾阶段唔通伤过放轻松，而是要争取上大数的人的支持，才会当来胜选。记者综合报道。那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伊是去婚林造势，伊甲农产品的业者也佮有农民座谈。另外，毋若要支持农民的选票，韩国瑜嘛讲，伊有信心会当得到少年家的支持。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30日行程，佮等于到婚林，这个是去启动向韩乡亲座谈。按国民众提出4个问题，韩国瑜敢若针对豆批外销回应。有对外进行外销让我们产业能顺顺利，让员工好好工作，这样子影响别的国家的饮食习惯，让我们的产品可以顺利的卖出去。对青年支持度提高的部分，韩国瑜表示，伊是总统参选人当中上关心青年的。民调数字顶冰冰，政治人物爱关心的应该是民心。我相信年轻人越了解韩国瑜，一定会越支持，这个我很有信心。所以我对年轻人朋友讲，你可以不喜欢我，也可以不投票给我，但请你了解我的政策。民心热乎乎，民调冷冰冰。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最关心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民心。对总统蔡英文表示要调查中国方面想要用地下搅拌影响台湾的大选，韩国瑜是甲检调，甲总统蔡英文呼吁讲赶紧彻底调查。希望检调立刻介入调查，而且调查的越彻底、越严格越好，不要用谣言，这都是不健康的，也不符合台湾价值。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这礼拜亲行中部的婚林甲彰化，除了公开行程满满，含东市民甲中小企业对话，公开场所的造势活动，鼓动绩候选人的声势，嘛要用这个方式固守地方基本盘，决战中台湾的气势是愈来愈明显。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是批评总统蔡英文讲8年要起20万户社会主体是无可能的代志，伊嘛无要相信。说服内政部用新闻稿甲呛，讲政府的社会主体政策拢有照起工。郭文哲即嘛是应讲社会主体是要用起的，毋是用嘴讲的。8年起20万户的社会主体是总统蔡英文的竞选政见，不过台北市长郭文哲28日闭选的时阵，说讲无法度相信无可能，强调社会主体比想的更加困难。台北市连2万户拢无，嘛引起内政部强烈反击。
强调小组体政策推动进度拢伫设定的流程，批评国文体拄着困难，就闪救去啊！伊的讲法根本就是靠鬼掠去找无路。我们用数字，然后用我们的进度，用这个来看是绝对可以达到的。做事情是困难的，批评是比较简单的，一定会认真来把它做好。希望中央、地方各方面大家也都配合，那多一点努力，少一点口水。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明年会达到万5万户的目标。但是内政部新闻局讲到，台北市是中华民国的台北市，不是国文体的台北市。叫国文体呛讲，无台北市是蔡英文的吗？不然台北市是蔡英文的咯。所以你觉得？没有啦，我是认了，社会住宅是要盖的，不是用嘴炮的。小英的820万，里面有5万户是我要负责的，那我就跟你说我做不到的，所以呢，我跳票你一定跳票的。下体期间，国文体对上蔡政府，另外对民进党主席杜英泰上节目专访的时阵，甲口说袂晓做的代志就海选，伊嘛笑讲民进党是分袂平才海选。记者综合报道。后个月11月初6，高雄的文化中心有一场表演，也毋过这个表演的主办单位是中国侨联，这个单位是归中国统战部管的组织，而且表演团体内底嘛有中国官方的色彩，方积极讲是咧对台湾、对咱做文化统战。行政院长苏贞昌伊是讲，欢迎两边做文化交流，也毋过若准有政治目的，就超过政府一定会出手。中国侨联11月初6要来台湾进行巡演，高雄表演场地地伫外口，完全看袂到任何宣传的海报，不离个台湾基进摕到外档的文宣指出。主办单位中国侨联是中国统战部所管的组织，这场名号做亲近中华、关注台湾的文艺晚会，千外张的票全部拢唔免钱，用意是无单纯。文化交流是一个名目，那实际上呢，其实就是这一场在地方上的，不管是人际之间的网络，还有金钱之间的网络，选举期间来到台湾，其实都是值得我们相当忧心的部分。来台湾演出的团体包括中国拓孔文工团、江苏省集团等5个单位，其中最爱拓孔文工团是中国国家级的表演团体，官方的色彩是正当。除了第一站是高雄，所以来要去南投、苗栗，还有新竹的巡演，未输锁定南亚这种的管区。文化交流都是好的，都是欢迎的，但希望不要有政治目的，尤其所谓的统战是最违反台湾主流民意的。如果有过问的，政府一定会制止。对这个代志，台湾主办单位中华侨联总会还有救国团配会，文工团不是第一届来台湾。委托在高雄办理场地租借跟那些发票的事宜。所以说纯粹是一个行政上的一个事务的一个协助啦。活动内容都符合我们的场地使用规范，因为活动内容是舞蹈、杂耍跟戏曲等等，而且我们在检视这些活动的时候，也不会以单一国别来作为我们准驳与否的依据。高雄市文化局嘛讲，敢若提供场地来出租，而且这个活动2014年捌伫台东文艺中心来演出，2015年伫台北国父纪念馆，2017年已经伫花莲、桃园、苗栗佮南投演出，两间的艺文交流已经是真侪档啊，呼吁外界唔通受济。记者综合报道。体育消息来关心世界12强野球赛，后礼拜要开始比啊！亚锦赛 MVP 20岁的投手刘智英，因为伊的正手无爽快，医生建议讲爱休困，所以决定要退出比赛。甲队友热身进行简单的投球。乌迪维结束墨西哥当季联名的比赛，就回来台湾就向中华队报道投入训练。28个人总算是全部到位，也过却是无看20岁投手刘智英。那医生检测出来就是疲劳指数过高，然后肌肉紧绷，就将近要发炎的，肌腱快发炎的那种状态。很希望能够打这比赛，但听到了也只能就是休息吧，对吧？就是过来就另外一场。家己出面来讲是正手无爽快，医生建议爱休困。刘智英入队短短1礼拜，决定退队。总教练洪一中讲，有一点仔袂好找人，也毋过也袂用可以用身体健康来换取球队的成绩。本来我们给他的定位就是在救援嘛，好，那先发这个东西是没有影响，影响的是救援，这一方面我们在这几天，然后也会利用2场官办去测试一下啦。时间紧迫，就加入练球吧，好不好？
哦，就麻烦你哦。好，走。老弟营退队，台电的王宗和早起11点外接到爱支援的通知，原本要等去高雄看囡仔，伊下晡点外提早报道，讲雄雄接到电话，头家拢空空，感觉意外加紧张。我也还没看过什么爆满的什么球场啊，什么那种人数什么2万啊这样的，所以这次真的是蛮兴奋的。29岁王宗和甲合库的吴成峰是非职业队的2大优秀的投手，因为中华队原本只有陈冠宇一个倒手投手，加入了后援补足这方面的战力。22强比赛不到1礼拜，中华队拜四会到台中，透过最后2场官方举办的热身赛，调整出上好的阵容。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来去屏东。屏东的嘉东国中虽然无啥资源，会使设体育班，敢若有成立顶球社团尔。也毋过，就伫咧顶球的全国比赛，定定得顶。今年嘉东国中阁摕到5个金牌、5个银牌、5个铜牌，遮尔野白的好成绩。用脚甲顶球踢出去，这招号做倒挂金钩。学生伫咧踢的顶球，就是人讲的脚顶的排球，这就是培养出济顶球国手的场地。屏东嘉东国中，带学生练球的教练郑立权，本身是学校的学务主任，也是国家代表队的教练。伊讲起学校发展顶球队的过程。当年101年的时候，我们起步的早，就是我们改全面练藤球，那我们也很专心在这一项。当年其实国内的藤球并没有发展得很盛行，所以我们算是第一个就是转型完全踢藤球的一个学校。那从101到今年为止，基本上我们每年的全国比赛都至少会拿下2座或3座的全国冠军。今年全国顶球排名赛，屏东嘉东国中的学生也有校友加起来，总共摕到5金、5银，也有5铜。虽然学校的资源有限，无法度成立体育班，只有成立顶球社。不过社员一句怨言就无，大家拢嘛练家大力杆、细力杆。在练习的过程中，其实有时候踢球会踢不好，然后可是学长、学姐、教练都会很有耐心的指导。得奖的时候也会很开心，因为这是你跟队友打出来的成绩。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有队友和教练的陪伴的支持，我才能一路走到现在。英雄唔惊出身家，嘉东国中即阵已经真做是培养顶球国手的重要所在。顶球队要继续打拼，争取更较侪公赢。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人医技术协会这个团体，拢专门去较远的庄卡来义诊。尤其创办这个协会的黄碧松理事长，伊本身就是云林人，但伊是去考学义诊，望讲，互庄仔头这个时代留空间，互老人的健康有人来倒看顾。一透早，成龙村的安良宫庙边就闹热滚滚，原来是对台北来的台湾人医技术协会，头摆来云林的口湖乡义诊，一寡热心的中医师免费替在地乡亲赞美敲骨、抓筋和针灸。这医生大家拢足客气的，服务真好。因为宗旨就是要较愈偏僻的所在，医疗愈缺乏的时阵，因才要来看。我就感觉讲对咱庄卡所在在老岁仔是非常的帮助，就对啦。台湾人医技术协会专门去偏乡地区做义诊，因为创会理事长是云林人，透过人介绍，有机会替故乡倒出力，嘛，互伊感觉真欢喜。那个没有医生的地方，或者医生比较稀少、就医不便的地方，都是我们做义诊的地方。我们里面有很多医师、很多志工，是云林县人。他们反映说，我们要不要来服务？协会中医师发心到偏乡看诊，除了治疗和开药啊以外，嘛利用义诊的机会，加强甲老大人宣导各种的保健养生常识。不收任何的费用，我应该会评估再评估我们会再来。其实住伫偏乡，若要去市区看医生是真无方便。加在有好心的团体，免费提供医疗服务。毋但互在地人减轻交通和金钱的压力，阁互因感受到上介大心阁专业的医疗服务。记者综合报道。
荷兰讲是烈岩的小花曼德兰，咱台湾话号做山水香，最近已经出现伫咧塔鲁阁国家公园。太管处虽望2个月就会清一届，不过也是拖真紧。真侪食物互砍掉了后，就会冷气死去，严重影响国家公园的生态。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菠萝湾大地，步道内底拢是小花曼泽兰。附近的旅宿业者找员工，用真大气力来清除，嘛不一定会当清了了。这个地方本来是很漂亮的竹子，小花曼泽兰生长好恐怖啊！尤其前段时间一直下雨出太阳，哇，糟糕！这些上面全部是绿色的，没有竹子，很简单的就是被小花曼泽兰盖。小花曼泽兰家伫土较淡，有有机质甲日头有够的所在生长。太鲁阁国家公园有袂少山区拢受到威胁。太管处每2个月清除一摆，摒扫时间上无3天，暗该是拖了伤紧。曼泽兰的扩张方式非常的凶猛，非常快速，所以我们清除掉就要连根拔除之后，然后把它套袋装好之后曝晒。才不会落地之后它又生根。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人工方式，没办法用机器。农药的方式那是最糟糕的。太管处强调，10月份开始是小花曼泽兰开花季节，若这时阵无清除，经济成熟了后会死过杯。3到5天就播出新意，呼吁到在志工加入清除，守护山林生态。记者综合报道。生活宝贝啊，咱来关心甲600多万劳工有关系，退休了后的钱，新制的劳退基金，今年前8个月有赚1876亿，所以呢，今年大家劳工拢有通分，拢有法度分红利，啊，毋过会使分偌济？劳动部讲，这就要看到年底拢总赚偌济，到明年3月份才有法度确定。甲超过1000多万的劳工有关系新制劳退基金，今年前8个月袂歹表现，到8月底赚1876亿，收益比例是8.2%，创下2年来同期新高。这是不是表示劳工每年有机会分得到？那还有2个月了，那这个依照规定哦，就是我们每年的3月会按照全年度的收益的情形，那么分配到他们的专户里面。若是讲用前8个月赚的，平均分配和劳退薪水1177万元有效的效果，大概会当分到16000块。不过劳退基金是一个年度结算，计当年3月立效，该看9月份到年底投资表现。毛民众感觉，即马就伫看绩效够伤啥咯。当下是觉得不错啦，可是说到底是不是真的有可以领到这么多，或者是在选举之前，我也不晓得，觉得有点尴尬吧。劳动基金运用局指出，其实今年8月份比重每线单盘意见无同，又会影响金融的敏感神经。全球主要股票市场拢落真细，不过劳动基金有采取股票最强定分散风险策略。加上台股万点行情，劳动基金运用局预测3月到年底，基金绩效也是乐观。劳工对明年的分红会当有期待，不过基金是有赚毛了。对真侪年了后，就要退休的劳工也是爱看长线。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民期待10月冬总算会当啉到翡翠水库的水啊！浮洲仔甲鸭站昨昏通水，后摆逐工提供上济101万吨的水，要互新北市。双北斗顶林翡翠水库的水完成最后一段路，阪神地区供水计划立即工程的浮洲甲鸭站正式通水，未来新北市民就免阁受到限水痛苦。水较落尔啦，袂讲有石头山，大家嘛是爱有装顾虑的。以前这边是石门水库这边来的嘛，会有影响啊。这边来翡翠的当然是比较好，因为他们污染比较低啦。过去包括邦桥、新庄甲通园部分地区民生用水，拢是应用石门水库原水的阪神集水厂的自来水。不过因为人口数量增加，加上石门水库有真侪土沙塌掉的，过落摆因为风台造成原水路道欠悬，和供水拢无稳定。中央就开始规划引入翡翠水库清水的阪神地区供水改善计划立即工程，是将新店区的水源经过台北自来水水业处清理了后的清水，用连通管道供应予土城、树林、三峡甲营区。咱新店区这的所谓的咱翡翠水库的水，来予咱的这个阪神这个所在81万吨。
板新净水厂有亚多，这个供出水会当上来支援咱桃园。步洲加油站启用通水了后，未来台北自来水事业处逐工供应新北市的清水量，对当提升到上悬101万吨，水费则是依次无变。记者综合报道。关键爱关心镜头来家己的义德发电厂是咱台湾民间电厂内底上大地面型的太阳能发电厂，因为发电厂边啊就是乌面拉杯甲独角休困地，业者嘛有说24公顷生态保育区，也毋过地方的环保人士是较烦恼，因烦恼讲湿地若建设，就失去湿地资本的功能。占地55.4公顷的太阳能工地帮，就设伫咧肺炎残的湿地中央，伫咧经过能源甲生态争议了后，伫今年9月份顺利来运转。为着要维护东吹市大型的生态环境，业者嘛委请中华民国野鸟协会啊，个昆山科技大学来针对水质、土壤啊个生物进行固定监测。借由这个生态监测的这些数据来证明说，太阳能源的开发跟我们的生态是能够有一个未来影响的一个研究的一个这个依据。太阳能板其实它最强的就是它要吸光，所以它绝对不会反光啊，所以鸟都是很喜欢栖息在我们的板子上，甚至在我们板子上筑巢。这个太阳能发电厂预计一年发电量会达到1亿度的电，会当供予28000户家庭全年的用电量。啊，不过地方环保人士也是认为，湿地除了是鸟类、鱼虾等等的生物的栖地以外，更有调节气候的效用。建设所带来影响已经产生，敢若希望业者会当做好生态保育。原本在这边栖息的冬候鸟，包括黑面琵鹭，它们的范围也会被限收。那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我们会持续观察，我们一定会关注这一块。为着要回归地方的建设，业者嘛配合嘉义县政府共同进行道路铺面的维修计划。县政府希望业者会当拍拼维护生态的平衡，或者是能源的发展会当真正甲自然生态来结合。记者综合报道。那伫俄罗斯，因的政府是宣布讲要成立鹰鸟的生态中心，按算逐年增加1000只专门用来拍蜡的麻叶。也毋过专家警告讲，这个计划内底有一寡毋知大来的鹰鸟来路不明，可能会出问题。俄罗斯总统普廷进前去沙特阿拉伯访问的时，送2只真罕见的白色蜡叶给沙国国王。迄当阵普廷就表示，俄罗斯政府当咧勘察加半岛建立起有蜡叶繁殖中心，但是这个会当讲是全球上大的蜡叶繁殖中心，各项资料不透明，环境部门嘛拒绝提供资料，互真侪俄罗斯禽鸟类的专家烦恼讲，用来生团的蜡叶来历不明。Указывается на то, что питомники они в ряде случаев могут и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для отмывки браконьерских птиц. 根据 CITES 濒临坐镇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规定，交易鸟类也是下境运输要有公约许可，非法抵押上当会当判刑4档。但是过去多年来，因为白色蜡叶品种珍贵，偷掠走私、下境销售案件不断，每年都有900只蜡叶，互人对勘察加半岛走私出去。2018年11月，俄罗斯海关就捌抓到偷掠人，正准备要走私29只出境。Никто не повезет, ее завертывают в пеленки, на голове клобучок, иногда там делают инъекции всякими препаратами, чтобы они не кричали, чтобы вели себя тихо, закладывают в какие-то контейнеры в сумки и в виде багажа пытаются на самолете перевозить. 因为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有蜡叶生态设施，2017年捌借着阿联酋航空运送200只蜡叶进行生态，但是蜡叶无经过许可运送，违反 CITES 的规定。俄罗斯嘛是走私蜡叶案例真侪国家，互专家烦恼讲，一旦对外国引进其他蜡叶来生态，会互纯正的蜡叶基因去透染掉，颠倒违背中心保护的初衷。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来关心今仔日东北风增强，北部、东部会落雨。气象局有针对宜兰发布大水雨特报，宜兰的乡亲爱细致。其他的所在，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好天。来看各地头的温度。今日北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7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30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2度，上悬31度；
东部的温度上低21度，上悬28度。大岛的温度是19度到2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